哇，心魚，你係咪新魚啊？係啊。啊，我認識你啊！你之前係咪表演過七字之歌等等啲演出都上埋央視啲節目㗎？哇，好犀利喎！我見你跳舞跳得咁犀利，係咪唱歌真係咁犀利先？我聽唔係你試下唱一首，唔係七字之歌，唱一首俾我哋聽下。咁我就唱我嘅個人歌曲《海鷗》啦。我可以像一隻海鷗，盤旋海洋上空，做蔚藍與深藍之間的紐扣，可以逆着風，但是不會低頭。彩虹是你經歷風雨的勳章，海風是你翅膀下生來的倔強，一道白色的光，有劃破夜空的力量。心魚，你真係又唱得又跳得喎！你幾多歲啊？我今年12歲。唱咗幾耐啊？我大概由2歲開始就已經唱歌跳舞。哇，2歲開始啊，都有10年嘅功力咯喎。係。頭先嗰首海鷗係講緊咩㗎？頭先嗰首海鷗咧，佢係講緊一班小海鷗啦，佢哋無論遇到乜嘢困難都唔會輕易低頭。咁咧佢就會喺9月1號度正式播出，就好似講緊我哋呢一班學生啦，無論遇到乜嘢困難都可以逆風而行，唔會低頭。哇，犀利犀利！我相信你應該都係個星爺迷啦，係嘛？嗯。嗱，星爺有句説話啦，做人如果冇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啊？你嘅夢想係乜嘢咧？我嘅夢想係可以成為一位出色嘅歌唱家同舞蹈家。哇，咁啱啦！我啲演藝朋友、啲經紀朋友啦，有機會同你簽，介紹俾你好唔好啊？好。喂！上次話簽我係咪真㗎？係啊，咪老點喎？都話係咯，等緊你咋。